去了？放哪儿了？难道在家里？这个锦溪干嘛去了？安，进来一下。我下午有什么安排？下午是长城电子项目施工坍塌的问题，合作方会过来商讨解决方案。这个会我不参加了，我回家一趟。哎，可是顾总，让常志成去参加，他自己捅的娄子，自己解决。去哪儿了？不是你妈妈，就是你妈！不要！你给我回来！我让你不听话，我把你关小人屋去！到拐角的王奶奶家，给我拿2瓶酒。爸爸，我还要写作业。学习，学习有什么用？给我拿酒去！赔钱不？在家里谁都不行。妈妈，妹妹真的不要我了吗？继续锦溪，锦溪，锦溪，锦，怎么把鞋子乱扔？锦溪，
锦溪，锦溪，锦溪，锦溪。西城，西城，锦溪，你醒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别说话，我去叫医生。方叔，快，锦溪醒了，我去叫医生。哦。少夫人醒了。方叔，发生什么了？你真的不记得了？那天要不是少爷临时回来拿文件，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少夫人，少爷担心您的身体，已经在病床前守了3天3夜了。我睡了那么久。啊。方叔，你赶快让西城回家休息，别让他在医院待着了。常医生，您过来看一下。锦溪，医生来了。贺小姐醒了。顾少，既然贺小姐醒了，就说明没事了。她现在只是比较虚弱，好好休息就行了。那就好。哎，正好她醒了，我想问个问题。好。贺小姐，我想知道那天你都吃过什么东西，见过什么人？您为什么要这么烦呢？顾少，我们在贺小姐的血液检验报告里发现迷药的成分，我们怀疑是否有人蓄意将含有迷药成分的制剂喂食给了贺小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常医生，您先去忙吧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锦溪，你好好想想，那天家里有没有来什么人？那天中午家里没有人，我睡醒觉以后就下楼了。牛奶，我下楼之后喝了一杯牛奶，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少爷，我会尽快把事情调查清楚，给您一个交代。进来。常总。啊，找我有事吗？我来是想问问您，上次长城电子的事儿，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吗？我劝你以后还是少来我这为好。没事儿的，顾总这几天都不在公司。为什么？您不知道，怎么了？总裁夫人受伤住院了。怎么回事？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的就是顾总一直都在医院，根本没空来公司。能不能帮我一次？什么事儿？您尽管说。把顾西城最新接触的几个案子资料还有客户联系人拿给我。常总，您让我考虑考虑。帮帮我。
合作。少夫人，我给你切个苹果吃吧。西城，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儿了？公司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现在要做的是安心休息，其他什么事儿都别管。露露，哎，方叔呢？哦，方叔他在门口跟公司的人交代事情呢。锦溪，我去跟方叔说点事儿。少夫人，吃点苹果吧，来，给。好，我说的都明白了？明白了，去办吧。好的。方叔，呀，少爷，我让你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啊，我查看了别墅区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，只在一个摄像探头录下的一小段影像中，发现了一个人影。所以我想，这个人一定对顾家是了如指掌，他几乎避开了所有的监控录像。看清楚这个人是谁了吗？好像是少夫人的表姐苏妍希。苏妍希，想不到这个女人竟然对自己的妹妹下手。方叔，最近公司的事儿，你也知道了吧？知道。你是怎么向奶奶汇报的？啊，少爷，我这是奉命行事。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我只是想知道对于这件事，奶奶是什么态度。老夫人说，近期家里出的这些事情，很有可能引起公司内部人员的躁动。外界那些对神龙虎视眈眈的公司，也有可能因此而介入，所以希望少爷能够小心谨慎才是啊。我知道了，所以公司那边，你得派人帮我盯住常志成，我怕他近期会有动作。明白。醒了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都不记得了。你是张叶达？想起来就好。来，把衣服穿上，收拾收拾，咱俩去吃个饭。张叶达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的目的就是帮助你呀。你看看自己的脸，跟以前有半点关系吗？你想羞辱我？怎么能叫羞辱你呢？我是让你看清楚现在的现实，掂量自己的分量，不要再这样自作多情了。如果没有以前的脸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如果你要想夺回你以前的一切，你只有靠我。靠你？你能做什么？是，我们俩道不同，但是目的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完全可以信任我。你整容，再毁容，又再次整容，你想控制你的妹妹，结果偷鸡不成反18米啊，把自己的金主拱手让给了她，这都不要紧。傅博雅的事儿没这么容易解决了吧？
这个男人到底什么来头？怎么我的事情他一清二楚？看来还不能激怒他，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好啊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但你要告诉我，我怎么帮你。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把留在你妹妹那儿的把柄都收拾收拾。下面要做什么，我会告诉你。以后你只需要安心的在顾家当你的少夫人就行了。另外，每个月我会给你一笔钱，当做我们之间的合作费用。OK， 成交。我就喜欢你这种识时务的女人。真好啊，终于呀可以出院了。哎，走吧。哎，露露，哎，少爷回家了没有啊？少爷回家啦，他还说让我直接送您回家。是这样的，我好朋友呢知道我今天出院，想约我出去聚一下。啊，可是少爷说了，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回家才行。哎，露露，如果少爷问的话，你就跟他实话实说好了，出了任何问题都由我承担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是好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少夫人，少爷，少夫人呢？少夫人说有朋友约她出去聚一聚，就让我自己先回来了。什么？这刚出院就出去聚会了？哎呀，这个锦溪也真是。少爷，您找我？我去上班了。方叔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方叔，公司的事，一直以来你是跟谁接头的？林理事。林理事，他最近有跟你说什么吗？有吗？您的秘书陆安安，最近一段时间跟常志成走得比较近。常志成，看来这个常志成已经坐不住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好几天没见着我妈了，可想她了。来，护士。哎，苏小姐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妈妈呢？你妈妈刚才来了一个女孩，说是你姐姐把她带走了。我姐姐？对呀，我还纳闷呢，从来都没看她来过，好像叫什么贺锦。出事了，快走！哎，苏小姐，苏小姐。贺立新，你站住！贺锦熙，你太过分了！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要是还有人性，就不应该碰我妈妈。妈妈，她有什么资格做我妈妈？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苏妍希，你把我出现在神龙集团周年会上的资料、照片，还有我的手链还给我，我自然会放了她。不然你一辈子都别想见到你妈妈。贺锦熙，喂！妍希，你一开始跟我说的，你姐姐毁容让你替家这事儿，我以为你是糊弄我，或者是你电视剧看多了瞎编的，没想到这是真的。怎么办？我们报警吧！啊，他挟持了你妈妈，这是绑架！我不能报警，你不了解贺锦熙。如果我报警的话，妈妈性命真的会有危险的，而且顾西城也会发现我从头到尾都是在骗他。怎么办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你先回家吧。哎，妍希！
安安，进来一下。顾总，有没有人进过我的办公室？没有啊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的文件，还有抽屉，是谁动的？可能是保洁阿姨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碰着的吧。动我抽屉里的文件，是保洁阿姨的工作范畴吗？嗯？顾总，我不知道。还在撒谎！顾总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在您不在的时候翻您的资料。但是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把您的资料威胁给任何人。顾总，你要相信我呀！哼，承认的倒挺快的。你应该知道，作为一个商业间谍，最后的下场是什么。顾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您看在我跟了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求求您高抬贵手。起来吧。我也没说要把你怎么样啊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应该不可能这么蠢。这样吧，既然你跟常志成很投缘，那我把你调到他那儿去做秘书吧。嗯，就这么定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呀，就到常志成那里去上班去，也好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不好吗？顾总，您是想让我过去替您做些什么吗？嘘，你是个聪明人。张叶达，你从哪儿弄的这家医院？我是整容医生啊。如果你是整容医生，那你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如果你的脸能这么容易就整回来的话，那我何必要大费周折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万一你有其他目的呢？不帮就不帮，别找那么多理由。待会儿你在外面等着，不要进来。为什么？人是我带来的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想跟我合作吗？如果想的话，就不要问太多，知道太多对你不利。整容医生，你当过3岁小孩啊？张总，这个地方就交给你了。是。怎么回事？你没吃什么东西？不会吧？你怎么就怀孕了？怎么办呢？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张叶达，你是个混蛋！
能要这个孩子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哪儿？我现在的行踪需要向你汇报吗？你可以不用向我汇报，但是我必须得保证你肚子里的东西是安全的。张叶达，你算计我？怎么能叫算计呢？这也是我们合作内容的一部分。你能不能进顾家，全都靠你肚子里这个东西了。合作？你现在跟我谈什么合作？我现在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，我怎么进顾家？你当顾西城是傻子？他就是傻子，所以你大可以放心。你在哪儿？我们见个面吧。我在你家楼下。你怎么这么着急啊？少废话！我妈到底在哪儿？苏妍希，今天我没有心情下去见你。过一会儿会下去一个人，你把东西交到他手上，等我们确认之后，自然会带你见你妈妈。喂，喂。我发现你这个人挺得寸进尺的。我得寸进尺吗？我要如果不得寸进尺的话，别人会对我得寸进尺的。好了，喂。就是他吗？对，就是这个人。现在能告诉我妈妈在哪儿了吧？等等，我有时候挺同情你妹妹的，怎么会有一个你这样心狠手辣的姐姐？我跟你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。好了好了，说正事儿。东西我们到手了，他妈妈要留到什么时候？留到你进顾家的时候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你跟顾家到底有什么仇？我跟顾家没有仇啊，我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。哼！贺锦熙，开门！贺锦熙，我知道你在家里。赶紧把门打开，把话给我说清楚！贺锦熙，别给我装傻，快点！贺锦熙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明明已经说好了，只要我把东西给你，就把妈妈还给我。但是现在我突然改变主意了。你到底有完没完啊？你不要再逼我，再逼我就报警了！你把门打开！报警？那你去吧，真的，我无所谓。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。到最后，我们就看谁死的比较惨。贺锦熙，把话说清楚，开门！别给我当做误会，快点！开门！嘿，你干嘛呢？不要影响业主休息，赶紧去！贺锦熙，你再这样，我要查你做事了。你。露露，方叔，西城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西城。
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有什么事儿，吃完饭再说吧。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庆祝你出院，请吧。Cheers。来，吃吧。怎么了？菜不合你的胃口啊？西城，我还是想先把事情说完。好，那你说吧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，伤害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杀了你。我跟你开玩笑呢。我很认真的在问你这个问题，你觉得可笑吗？你真的觉得这个问题有这么可笑吗？哎呀，锦溪，我是看你刚出院，心情不太好，我逗你开心呢。别生气，我向你道歉。来，坐下来继续吃吧。啊，西城，你能不能认真的回答我这个问题？好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欺骗了我，我会原谅你，但是我会离开你。怎么了？我又说错话了。锦溪，你别难过了，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。明天我就要出差了，咱们两个好好的行吗？啊？你走吧，我骗了你。你说什么呀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了？我没有受委屈，西城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骗了你。其实我别说何锦溪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以前你经历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我都不在乎，都可以原谅你。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，割舍不掉。你就是你，你是我顾西城的